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好多人以為自己係上進，其實只係唔敢停落嚟嘅演員。我想講一段咧，可能幫到你我自己真實嘅經驗啦。幾年前咧，我開始發現咧有一個模式，有個循環喺我身上發生。當我事業開始有啲成績啦，或者我財富咧增值嘅時候咧，我內心咧竟然冇覺得興奮，相反咧，我日日好焦慮，喺度胡思亂想到失眠。甚至喺面對更多合作啦，或者更好嘅賺錢機會嘅時候，我身體本能咧竟然咧係拖延啦，想推咗去，內心咧就好似一個好想退縮嘅小朋友，唔敢做決定，好驚人哋會點睇我，好驚失敗。當時我都好困惑㗎，我明明好搏命咁樣去做嘢，就係好想更多賺錢嘅機會，點解結果嚟到嘅時候我就想逃跑，諗一大堆藉口，唔敢向上爬。嗰時我開始不斷研究點解會有呢個怪現象，直到我用神經科學同大腦防禦機制去解釋呢件事之後呢，當時呢，我真係有啲驚，甚至乎唔敢相信呢個咁殘酷嘅真相。原來我哋大腦底層意識呢，關於金錢或者關係一早已經設定好，而且呢個設定根本唔屬於我。咩叫已經設定好但又唔屬於我呢？神經科學證實，喺我哋做決定前嘅零點幾秒，我哋童年已經下載咗嗰本劇本，一早已經幫我哋揀好咗。我細時候咧，經常咧睇住我原生家庭啦，因為錢咧日日夜夜喺度嘈交。我反思維咁樣去諗，正常到我長大咗，應該會覺得只要我有錢，我家庭就會幸福㗎嘛。但係最恐怖嘅係，我嘅底層意識裏邊，大腦盲目咁樣將變成有錢同埋家庭破碎、恐懼、唔安全感呢兩個信號完美咁樣加埋一齊。所以到我長大之後，我靠住我表面嘅意識，好努力去想揾一啲機會，想揾成功。但係我個財富恆溫器咧，又要突破一啲天花板嘅時候咧，我大腦嘅後台防禦系統咧就會拉起呢個警號，佢誤以為咧成功會帶俾我童年嗰種痛苦。點解會咁呢？我解釋一下，因為喺我哋嘅童年仲未識得判斷事件嘅對錯，佢只會停留喺安全感，所以不論當時嘅情況係為錢嘈交、恐懼不安，大腦都會將呢種熟悉嘅痛苦鎖定咗喺一個叫安全嘅位置嗰度。於是佢好好，為咗保護我，卻強行啟動咗自我破壞嘅程式。呢個就解釋咗點解好多老闆或者打工仔每次遇到一啲事業有啲大突破嘅時候，升職加薪都會做一啲匪夷所思嘅錯誤決定，甚至乎錯誤嘅投資。點解生活明明變好啦，但係內心咧越嚟越空洞？呢個唔係你唔知足，而係日常物理學我哋會叫做頻率錯位。你以為搏命捱啦、撐埋去啦就可以破局㗎啦，有個全新嘅局面，但係你只係用緊大腦嘅舊程式，背叛咗你真正想要嘅幸福。你以為咧捱得到，但係其實咧係行緊一個叫自毀程式。我唔係想同你講理論，我係真係經歷過呢個死循環，並且喺裏邊咧交咗最貴嘅時間成本同埋試錯代價。如果我一早知道呢個操控嘅機制，我就會明白，我哋其實需要嘅唔係你學幾多嘅方法或者遇到幾多機會，而係你大腦意識一早設定咗你嘅身份係邊一個。大腦嘅舊程式有極強嘅路徑依賴。只要你唔去格式化佢嘅話，不論你換幾多個跑道，甚至乎你計劃幾多幾完美，現實中咧你依然都會係躺平，唔想喐，放棄一個個嘅機會，或者一賺到錢就莫名其妙咁樣破財。呢個就係點解我要設計身份意識重塑系統，核心要解決嘅不。而呢個意識重塑遊戲系統咧，第一步咧直接幫你斷電。幫你揾出嗰個冇意識下載嘅原生家庭匱乏代碼。第二步咧就係強制格式化，喺
喺日常生活中咧，透過一啲數據咧，斬斷咗成功等於唔安全嘅神經鎖鏈啊。第三就係咧，重新對齊，將你底層嘅身份重新重塑一個真正安心擁有財富嘅新代碼。當然啦，我真心咁樣去設計身份意識重塑系統裏邊咧，仲有好多紮實嘅內容，因為強化我哋嘅大腦肌肉，絕對唔係單純學習知識。當時間過咗，學咗嘅嘢根本記唔到，因為我以前就係咁樣踩過好多呢啲坑，好多課程都係死讀書嘅模式，所以我呢個設計系統咧係更加着重咧操作同埋應用嘅，確保你新嘅設定咧係真正咧植入咗我哋嘅大腦，唔需要你死記硬背。歡迎留言啦，或者 DM 我身份意識重塑，我會將呢一套系統流程咧嘅資料咧直接 send 俾你。我哋下期借腦升級再見。